喺立法會開第一個會議，政府咧就會提出政府議案，同立法會咧係商討點樣去做支援災民同埋重建復常。所以我哋會係充分同立法會合作，去改革我哋現有嘅制度。除咗撥款以外，除咗我哋安排長遠嘅住宿以外咧，我哋更加希望會係通過立法咧，去改變我哋好多而家制度上嘅一啲漏洞，堵塞咗佢。到目前為止咧，喺今日咧，我哋已經將所有嘅傷者咧係脫離咗危險期㗎啦。咁喺79個傷者入邊咧，有49位已經係出咗院，另外有30位仍然喺醫院嘅。咁喺呢79個傷者入邊咧，佢哋都有好多有心理上邊嘅一個障礙，確實佢哋面對咗一個非常大嘅一個創傷。咁有47位咧，我哋已經係由我哋嘅臨床心理學家去為佢哋提供咗個服務同埋一啲嘅治療，包括咗有72位嘅臨床心理學家啦，呢度係來自公私營嘅，亦都有70位嘅精神科嘅護士。咁為啲庇護站入邊嘅災民係提供過醫療，包括咗個心理嘅一個支援嘅。